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5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新闻导视台，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81个本土病例，也因为疫情一未稳定，指挥中心宣布讲3级警戒延长到6月14。教育部宣布讲，全国学校包含幼稚园、补习班、安亲班，拢要延长停课到6月14。毕业典礼部分会当停办或者是线顶举办。后来，古的台北西门町边的派出所传出警察确诊，目前也进行3天的大消毒，环境也隔离14天。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83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境外部分有2个，本土病例有关有281个，也有校正回归的本土病例有261个。今仔日要增加6个死亡个案，也因为讲最近这疫情也未完全压落来，指挥中心也宣布讲3级警戒会延长到6月14。指挥官陈时中也讲，后个月会有200万ton疫苗，到8月底有1000万ton。国内新冠肺炎本土疫情连续11天超过100例，25个新增加281个本土病例，分别是144个男性、137个女性，其中各以新北市154例上侪，第二是台北市49例，桃园市16例。台南市、基隆市、中华关各10例，台中市9例，屏东县、甲新竹市各4例，高雄市、基南县各3例，台东县、南投县、甲苗栗县各2例，新竹县、云林县、甲花莲县各1例。另外，261例校正回归个案，以上北244例上侪，因为疫情还未稳定，指挥中心宣布3级警戒延长到6月14。各种人流的管制，那措施是见效的。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隐忧，那当然就不可能在5月18号，就来解除3级。另外，也新增加6例死亡病例，134例是70岁男性，有高血压、糖尿病者慢性病史，5月7日出现家嫂发烧、肩膀酸痛，11块医生各断院，15确诊，20死亡。2558例是60岁男性，有板甲区活动史，5月15出现发烧、那后痛、肩膀酸痛，20确诊，断院隔天死亡。2719例是90岁男性，有糖尿病癌症者病史，5月14发烧，17看医生断院，20确诊，同天死亡。另外，3031例是60岁男性，有高血压、糖尿病，5月15出现症状，20看医生断院，隔天确诊，23死亡。3242例是60岁女性，有慢性病史，5月20出现症状，22确诊了后，送去防疫旅馆隔离，第24死亡。4648例是70岁男性，有慢性病史，5月22出现症状，刚刚去看医生断院，隔天死亡，24确诊。重症的比例是比以前我们看到的比例是来得更高，那是也预期会死亡的个案可能也是会持续的出现。另外，下一批新冠疫苗什么时阵研到会？陈时中表示，下个月按算有200万剂会入来，8月底各有国产疫苗应该有1000万剂。我们也希望各个这些供应的厂商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时程照原来的时程，那能够持续的来供应。那也在呼吁 COVAX 的平台也不要因为有其他的因素而干扰了我们进货的一个时程。确诊人数一直升悬，就连警政人员也传出染疫。但市长伫记者会表示，警察是非常辛苦，8大行业头开，民众无挂喙安，拢会加重社会负担。最后后天结束这场记者会，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伫今仔日也宣布讲，全国的学校包含着幼稚园、补习班、安亲班，因为疫情关系，要延长停课到6月14。高中以下毕业考，学校会当用多元的方式来拍分数。若讲到毕业典礼部分，会当停班，或者是改做线顶举行。自本拜1到拜5伫学校上课的学生，为19开始，拢爱踮伫厝内线顶学习，互家长是真无用。今仔日教育部长潘文忠宣布，停课为5月28延长到6月14。这个消息一日出来，袂少家长是头壳摸咧烧。年纪小的线上的学习的部分效果都不好，所以其实现在最大困扰就是大家觉得小朋友在家时间太长了，那已经影响到爸妈的作息了。那我们知道是影响到爸妈在经济赚钱啊，一些单亲的长辈照顾的，现在都影响蛮大的。各间学校线顶教学的情形无同款，囡仔伫咧厝内，家长就要发落照顾囡仔的代志。
全国家长会长联名表示，防疫优先才会延长停课，伊是理解，不过无一个时间表，家长唔知要安怎处理。嘛有国校的老师讲，线顶教学都用搁较侪时间来准备，不过即马宣布确定要延长，要是会甲线顶教学的工作做好。虽然说学生都很想要赶快回学校上课，可是疫情并没有转好的情况。那如果下礼拜复课的话，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长还是会让孩子待在家里。停课延长到6月14，敢有可能会到期末？教育部讲会全力配合指挥中心因应疫情的调整来处理。不过即马停课无停班，家长若阁继续请假，恐惊会冲击到家庭的经济。教育部长潘文忠伫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希望头家人会当用更较有春秋的方式来处理。能够透过居家办公的模式这部分真的要特别的拜托我们相关的雇主，也能够共同用更多可以有弹性的措施。来让员工同时兼顾工作与子女的照顾。教育部强调讲，厝里若有12岁以下的学生，或者是身障的囡仔，会当请防疫照顾假。老师伫咧厝里做线顶教学，或者是办公，等于是正式上班。另外，会阁增加线顶教学的资源，也阁有弱势家庭嘛持续来供餐。为着避免群聚，高中以下的毕业典礼是停办，或者是改做线顶举行。6年级、9年级，也有高中3年的毕业考，各间学校会当采多元的方式来评分。6月初5、初6，各中会考的补考，也有后手分发的代志会持续来办理。也若休热，目前是无讨论要调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疫情当日滚架，台北市长郭文哲今日表示，这礼拜医疗量能是关键，也呼吁中央政府就要授权给地方政府，只要一个确诊病例 CT 值有超过30，就直接给确诊病例来出院，唔免搁再通知中央政府。安尼做才有法度甲病床量早量出来。另外，伊也讲台北市的疫苗只出20万份尔，若阵国际社会为疫苗，中央政府也拢爱考虑看卖。疫情升悬，台北市自是阳性体检率是7.8趴，比前一天的5.9趴小可升悬。台北市长郭文哲阁公布，台北市总确诊数是1449人，其中一区网架到674人。伊强调，这礼拜上紧急的就是医疗量能不够，呼吁中央授权地方，只要是体值比30较大，就直接出院，唔免阁请示中央让病床营养出来。不用再去请示中央了哈，因为这样的话会慢掉。该出院的病人，因为这种流程的阻碍，你知道哈，不能有效的出院。医疗量能紧张的原因是调整爱时间，第二是病人意愿的增加，第三疫情无扩大，暗过也无断去。对中央已经同意郭文哲放令专责病房改做2人1间的规定。伊表示，今年牺牲病人温素权，先救有阁救好，无必要计经就要爱。30以后，台北市的医疗量能会更加完整。今天早上是534床了哈，我已经现在所有医院都在调整床数。你这个礼拜天以后，你知道哈，台北市的医疗量能会更完整。那所以这个礼拜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医院的量能不足的问题。除了增加台北市医疗量能以外，伊也承认疫苗才是解决的办法。佮透露台北市目前疫苗只剩2罐，甲人数20人，呼吁中央确实国际有限会，也爱考虑一下。如果有国际上有现货，真的要考虑一下。这个到底要，我想这拖下去不是办完的。我不认为现在这疫情的状况，我们还可以拖到8月底或什么时候。台北市加强防疫旅馆，按算开价2200间。台北市府也2摆发出调集令，招募退休的医护人员甲防护人员，强调资源的医护拢包含劳保、健保、中南部北上资源，应提供大个所在要保险。伊除了感谢这服务天才，而是已经开放关钱，一天就有2640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批疫情爆发较大，新北市已经有2014人确诊了，其中重症的人占15%。疫情较严重的区域拢伫咧邦桥、中和、沙丁堡、新庄、新店甲永和。面对这压未落来疫情，新北市长侯友宜也认为讲，这未来2礼拜是关键，若准阁压未落来，可能就要做停止上班的准备。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把高峰期往下拉、往下掉。到了一段时间里面，我会建议中央在必要的时候该停班，所以我们大家要做好一些停班的一些准备。
面对一直抢悬的确诊数字，新北市长侯友宜伊表示，未来2礼拜是关键，而且对新北市来讲，疫情发展确实无乐观。总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有2014人，重症比例也偏悬，有15%。伊要求加强长照机构管控。总共有528个，这当中有77个是重症的，所以重症的比例其实已经占了15%，这比例相当的高。邦桥甲中和是即摆疫情重灾区，新北市政府启动热区防疫中心，设机动体检站，结果发现这2地区的阳性率超过4%。东边社区体检站平均3.67%阳性率较悬，因为疫情无转好，第一阶段伫邦桥中和21例，第二阶段伫三重埔新增22例，26日个踏入新店甲永和是高风险的热点地区，强化警戒3级关怀措施。显见热区还是比较容易感染的地方，所以提醒民众在热区的防疫一定更要加强。从明天开始，我们又增加2个区域，要来强化我们的严格落实警戒3级。这2个就是永和的热区以及新店的热区。新北市要利用快筛找出确诊个案，也定用1062个房间当作集中检疫所，提供中央统一调派。指挥官陈市长也甲侯友宜通过电话，协助新北市安置量能。不过也温灸，目前新北市有164个确诊者失联。我们大概都会在1天以内都把它找到。今天，卫生局又交了106件，到刚刚以前。我们专案小组就找到53件，刚好一半。目前新北市有757个确诊者被送到全国9个集中检疫所。对该隔离的交通问题，侯友宜我保证会专车接回新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疫情当日严重，特别是台北地区，台北市长郭文哲昨呼吁中央就要放零专责病房一人带1间的规定。指挥中心表示，湘北地区的专责病房会当春秋，无限定一人带1间。另外，长期爱带院西药剂的患者，也拢集中到和平病院加3总的上山分院，而且也无1人带1间限制。国内新冠肺炎要烧未退，和病院的能量受到真大的挑战。顶一日台北市长郭文哲呼吁会当放零确诊患者1人1间的规定，指挥中心同意湘北会当有春秋来做调整。若爱长期带院、甲西药剂的患者，袂阁限制爱1人1间。是长期需要血液透析的确诊病患，请集中收治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和平院区及三军总医院的松山分院，那不限1人1室。因应疫情，即马对病床有大量的需求。指挥中心希望各地方政府病床有500床以上的病院，第2倍进前1/10的病床爱设做专责病床，也若专责加护病房，原则上是请医学中心，也阁有准医学中心设20间的病床。其他区域级的病院是设10间病床，估计有700个病床会当提供给湘北同症的患者来使用。那目前当然我们是全台的这个，主要是动员各医院来这个。提供这个专责 ICU 来支援双北这边重症的需求所以也是有陆续有几位这个病患是有转送到这个外县市去。等到这一周陆续开设完毕之后应该这个可以全国来一起调度的情形就会更加的顺畅。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目前全台湾的负压病房拢总有1021间病床，也有268个病床通用。其中湘北也有28间病床会当使用。也若专责病房，等国境病院开设完成了后，拢总会有3407个病床，其中419床是伫湘北。希望结合全国的力量，来协助湘北同症的患者做治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真侪少年爱去爱去的西门町，即马伫西门町由派出所逼出警员来较进路，以及个快筛阳性个案。派出所对今暗时开始会消毒3天，所有的员警也拢爱居家隔离14天。另外，伫咧台北市的文山1分局、甲新北市的蘆洲分局，也有警察来确诊。指挥中心表示讲，对即马开始启动全国警政单位的分组勤务，大家就要互相支援。派出所内真无形全体总动员开始款行礼，这样大动作是因为为2号开始，艋舺区的西门町派出所被关门3天，全面大清消。所内61名同仁也拢爱伫厝隔离14天，只是非常时期，合国勤务甲警力要安怎运行，敢会是一个大问题。
辖区勤务照常运作，由支援警力继续维持地区的治安，持续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有关派出所重要枪械等装备，交由警备队保管。消防署防管调也是史上头一摆，因会所内少年说有警官确诊甲快态阳性，为了避免疫情扩大，经过卫生局评估了后，暂时关门，专管隔离。职员警力由附近的东横西横花岗店派出所组成18人来协防，不过唔拿消防署、各警局拢连续部署警察确诊。大小岛北市文山一分局顶地确诊的姓肖孙子，甲伊有关的接触者，各增加2人会着，其中一名细温主任，23快态阳性，25 PCR 采检确诊，细2工人24快态阴性，隔2工却发现 PCR 也是阳性确定。伫新北芦洲分局有一名赖勤警员，伫有淡薄头疼，22自行采检，24方通知确诊。分局辖区的成就所同款也出现一名同仁采检确诊。虽然在新北跟台北市陆续有传出一些确诊的个案，不过互相支援的机制跟都陆续来做启动。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即日起启动全国警政机关的分组勤务，毕竟关系疫情期间的社会安定，佮继续推动防疫工作，拢需要警察同仁徛伫第一线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彰化县的部分伫今仔日增加13个病例，其中7个加倍水果的个案有牵连。另外，讲到园林的永生会馆也增加1个病例，甚至有一站是对桃园转来到彰化，害到规口14个人染病情形。那讲到南投的部分是增加2个，拢伫咧草屯，其中1个确诊者过去过东方红会馆2届，目前这个东方红会馆的团部连已经有9个人确诊了。公诉警员陈宗比伫彰化县林的秀辉永生馆大规模消毒。彰化县原来新增13例，其中1个甲永生馆有关系，累计到达。甲这个感染点相关的，就有7个确诊。官府25也发布快筛令，扣押互关林各病院的采检站客甲直通通。彰化巡访客没那么多，彰化人是很有水准的哈。那这个部分是刚好因为阿姨回来吃饭，阿嬷跟3个小孩子。那有确诊。王惠美澄清，原来25新增13例，也毋过7例是最高上感染链已经扩大的对象。大部分前往体检的是因惠母亲节有30岁查某人，为桃园转去彰化活家厝，感染互妈妈，甲伊的姐姐3个囡仔拢确诊。官府烦恼感染链继续扩大。小阿姨确诊之后，我们才去匡列。去裁剪这些，发现这4个个案。伫南投25个新增2例确诊案例，原来累计12例，2个新增个案拢来自草屯，其中545控例，捌伫7月到122度到东方红时尚会馆消费。是有83，一下子跳到昨天就197个，因为我们很担心这些人他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疫调到的人，他自己过去。到目前，甲东方红有关系的确诊个案已经有9名个案，卫生局也呼吁捌前往消费的民众赶紧配合快筛。另外，婚林也新增1件个案，伊是马仔寮工业区的包商。婚林目前累计已经有7人确诊。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今仔公布讲有10个确诊病例，有1个是校正回归。其中泰安国小幼儿园的传播链真是愈拖愈开，甲接触者做快筛了后，也有2个人检出阳性。另外，台中科大 KTV 团也增加1个人确诊，是伫咧 KTV 共组织的员工。台中市政府为着要加强防疫，公车咱爬起来，车门边头1个位、头1排是袂当坐人的。台中市府25公布，台中市新增的案例中，包括离世列管的拢总有10例，校正回归有1例，其中西屯区的泰安国小妇幼的社区传播链已经渐渐扩大。看到写未领的意思就是中央还没有给编号，但是被我们查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做积极的这些后面的疫调啦，然后还有隔离、清消等等。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西屯区泰安国小妇幼的杜江24，一家伙仔3个人互检出确诊，24包括李蔡弟弟，甲5300是杜江的接触者，5447的妇幼学生家长拢确诊。5444虽然是国小部11岁查某囡仔，也毋过母亲是妇幼部的老师，目前确诊，也毋过还未有暗号。至少有3位拢有相关接触史。第一波快筛了后，也有2个人呈现阳性。
我们必须赶快的了解有没有扩大，那有没有这个感染的情形。那同时我们要精准的来进行防疫。现在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就知道是集中是在这个幼儿园这边哈。一透早，市府环保局就对西屯泰安国小妇幼的4个位大清消，确诊者的卡热点也拢无放过，都惊传播链继续扩大。另外，还佫有一名美乐地客气位十步渡江5月13朝阳夜场迄天有上班。即马朝阳夜场团感染链已经有17人确诊，另外一件新北市伊2月3日8日原本伫北部泰大学，也毋过活动卡者拢伫台中。疫情严重，交通部也宣布，公车头一排座位禁止互人坐，因为甲驾驶靠上近，也是乘客上落车的区域。禁坐头一排，就是要降低风险，有效落实防疫。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伫咧台东的部分，真正出现2个病例咯，其中一个人佫去食过人的喜酒，也因为台东这所在真侪人会去观光，县政府为着要加强防疫，目前也开始限制卖食店家，全部拢爱互人客包顿去食。这礼拜也增加4个社区体检站。24才传出有3个屏东县确诊的个案去台东县旅游，25台东县各地是紧急大消毒。疫情指挥中心25宣布，台东县新增加2个确诊的个案。县府虽对外说明疫调的情形，新增加的个案暗号5468是太麻里乡40多岁男性，捌甲北部确诊的个案暗号3419做伙去食太麻里乡林家小馆内底的喜酒，23发烧送病院25确诊。另外一个是伫北部食头路，伫成功镇60多岁的女性，22坐432车厝德鲁古自强号去玉里车头，因兜的人赛车甲接倒转去了后，就无阁出门，24发烧去医生看了后确诊。其中太麻里林家小馆的喜酒有确诊者参加，即嘛阁有人确诊。县府呼吁行踪有定态的民众都要自我健康监测。5468这个案在林家小馆喜宴当天是实名制，我们掌握了100多位参加喜宴的同仁，也已经分别告知。外口有咧风声讲5468这个个案，捌甲长照机构有接触。县府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为2日开始，台东县的餐饮业停止伫咧内底食，各社区的健康站、关怀据点嘛停止供餐，新庄服务所也阁有居家托育嘛拢暂停，嘛启动县府机关分所在办公加强防疫。除特殊服务个案者，我们将会继续做送餐的服务，但是我们将会要求我们的送餐人员提高防疫规格。有医护人员讲，注目疫苗，搁要照顾确诊的个案压力真大。姚庆玲讲，已经争取到疫苗，这礼拜开始会提升县内医护人员注疫苗的比率到60%。拜五嘛设立台东市、中滨乡、海端乡，还阁有大武乡4个社区的自费体检站，来减轻医疗医所采检的压力。不过呼吁民众，若无甲确诊的个案接触过，行踪无定他，嘛无症状的民众唔通去体检，保留医疗的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家人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10个确诊病例，正也传出讲病院的人员来确诊咯。不过市长林佑昌强调讲，这不是院内感染。另外，为着要避免一个特殊行业假关门偷营业，基隆市警方最近会针对着铁路街的特殊行业进行巡查。警员挂翠暗加服务镜来到特种行业交易的铁路街加强巡逻。最近基隆出现类似网咖地点的小食店，确诊病例一直增加。虽然8大场所已经暂停停业，也毋过就惊业者偷偷做生意。基隆市警局决定派员伫相关区域规工执行勤务。如发现有假关门真营业之情事本分局将严正执法全力取缔不容造成防疫的破口。甲小姑娘小食店相关的确诊案例增加，早起基隆市长林佑昌公布卡条，伫小食店上班的3835例，甲伊同齐工作的10外人，拢防COVID烈。伊的男性朋友甲朋友的囝儿也拢确诊。互市府烦恼的是，这名女性宗教人员伫5月初，互抽到其他的所在工作。这些小吃店，它不会只是单独待在那一家小吃店，它会移动。而且有时候会互相支援，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最担心的一个地方。市长林佑昌呼吁，要伫小食店工作，也是上门消费的人，请主动通报卫生局安排体检，过程绝对保密。另外，林市长也证实，基隆某一间病院有人确诊，也毋过伊强调，人员毋是医护，而是行政工作人员，认定毋是属于院内感染。记者综合报道。
伫今仔日，桃园区公所有2个员工来确诊，市政府表示，疫情的部分会听候指挥中心来公布，目前先做预防，对今仔日开始暂停办公。另外，全台湾上届大间的轿车制造商国瑞，伫中立的厂房也传出保全确诊。桃园市自5新增加21例本土个案，其中桃园区公所2个档案室的同事确诊。另外，住伫的新北主管发烧快筛阳性，PCR 核酸检测也未出来。市府表示会做高规格防疫，除了2天大消毒，也停止办公，居家办公3天到27。另外，若是采检有新的状况，也佫有新的管制做法。桃园区公所总共有289位员工，那么全部要采检。那昨天采检的70几位。今天要采检200多位，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那么确定 PCR 的检测结果。另外，伫酒店方面，目前金沙酒店有5例确诊，维纳斯会馆新增加3例，扩大到朋友、酒客加10公馆，总共8例确诊。其中10公馆也在宫廷酒店上班，目前人数可能采检结果也未出来。金沙酒店到目前为止没有再新增，维纳斯的人数确实有比较多，那但是呢，3个都是在匡列的人数当中。台湾产表示，全台10天确诊人数超过3000人，疫情依然在高峰期，支持中央升级管制延长2礼拜。目前桃园努力提悬防疫能量，除了病床，集中检疫所5间，提升到9间，有将近1000个房间。机关向北守住桃园，协同中央为基本原则。我们桃园市那么还在支援双北的这个医疗方面的需求，医院降载以后，那负压隔离病房加上责任病房大概总数会到达500个。全台上大汽车制造商国瑞伫中立工业区厂区也传出有1名保全确诊。国瑞表示，保全是属于外包厂商，未进入厂区甲办公区，未影响公司营运。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今仔日是增加3个本土病例，其中1个是屏东潮州指标个案传出去的。讲到这个屏东的潮州指标个案，伫高雄屏东地区已经有群聚感染，造成15人感染。另外，伫咧屏东是增加4例，有1个是昨台东旅游团其中1位确诊者的太太。目前这个旅游团也已经有4个人染病了。工作人员无用消毒，积分站出考试考位，因为离世高雄大寮出现屏东潮州指标个案的群聚延伸，1个月5个人全围着。因果是未到25高雄新增的3例本土病例，其中各有1个延伸个案。指标案例3037所造成的在高雄市这边的影响，包含指标我们的案4742、4743一家人，还有已经扩散到5084，这5084基本上是4743的这个直系血亲。加上此案，累计潮州指标个案伫高屏2地的群聚延伸一共15例，高雄另外2例，分别是1名捌伫台北担任教学员26男高雄的中国籍女性，甲1名车北捌互爸爸亲友探视过80多岁男性，3例卡者拢算单纯。伫屏东疫情方面，消毒车25继续伫潮州做大消毒。屏东新增的4例本土病例，有1个是出现伫潮州，是进前确诊者数226例，所照顾阿兄，也有2例是有网咖旅游史的母仔。第4例是离世台东旅游团其中1名确诊者的太太。5464这个台东旅游史跟4755，包括台北的朋友下来，3479的一群人到台东旅游，所以呢。这样的过程呢，造成了5464呢，这个包括4755夫妻的感染。另外，中华有1个确诊案例，伊捌甲朋友到慢慢海防底下食饭，官方确保了后，也到店家做环境消毒。为了防止群聚案例增加，屏东已经关掉几啊个海报甲景点，不过犹原有少数游客偷偷走入去。官府甲垦管处等单位也加强查缉，各呼吁民众遵守防疫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今仔日是一声增加10个病例，市政府表示讲，虽然这数量遐济，不过感染源有拢找出来，主要是客家的群聚感染加新北市确诊者的接触者，也因为这个病毒的传染会一个拖过一个，市政府也宣布讲，夜市啊目前拢暂停营业。
消防人员伫面子卡详细的消毒，只要可能有人摸过，每一个所在拢进出全全的。暗时消毒了，日时则搁派消毒的车沿市区喷消毒水。台南市伫2月1捆头增加10个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不过市府强调讲，传染的管道还有感染源拢有找出来。学甲他们的木工那个集团所出现的这个确诊者，他回到家传染给他的家人。之前从台南去板桥找朋友的那个人，他回到家传给他的家人。市府讲，这10个病例是属于2个传播链，一个是客家的庙，根据感染的接触者暗号4221，另外一个是有接触过新北确诊者的暗号4926，2个人确诊了后，拢为何因兜的人。不过，这个暗号4926的传染力是真惊人，甲新北确诊者个案接触了后，除了为何因兜的人，嘛为何诊所的工作人员，也有因同事拢总7个人。传染给他的太太5082，还有诊所工作者53085455，还有他公司的同事，公开场域都已经完成清消。那相关的匡列者目前也都在裁剪中。全台湾真侪所在拢有确诊的个案，市府嘛伫早起宣布，台南市的夜市拢爱暂停营业，一直到中央宣布停止第3级警戒为止。还是有人不戴口罩，还是有人没有做好这相关的防疫措施，没有保持社交距离，可能会造成另外一个破口。我形容你一款物件衫蹲来，唔好做，我物件要安怎？市府表示，会伫早起宣布，都是希望互暗时营业的贩仔有春秋的时间，因为几下届的客早，要是有人歪挂喙暗，或者是无保持社交距离，为着避免佫出现防疫的空窗，才会要求爱暂停营业。不过嘛强调讲，只要中央解除第3级防疫警戒，夜市就会当恢复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的疫情。讲到日本受到疫情影响，美国今日宣布讲，会对日本发布旅游警戒，会调到上界关级，也就是第4等。不过，日本的官方表示，美国已经说明，有关旅游警戒袂影响到因的选手来参加运动比赛。日本疫情继续拖，在中央政府评估之下，无排除搁一届延长第3届的经济状态。对此，美国统计过去28天内底，日本平均每10万人内底有超过100个人感染，认定传染的风险真悬，宣布对日本的旅游警戒有关到上悬的第4級，这对只剩2个月东京奥运正做打击。今回の措置を受けて、先ほど米国オリンピック・パラリンピック委員会が東京五輪への同国代表の出場には影響ないとする声明を出したと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为了让更较侪国家选手会当去日本参加奥运，环美体育组织甲墨西哥领事馆马索尼基金会达成协议，会提供经费，邀请无法度伫家己国家做疫苗的至少1000名拉丁美洲选手去美国迈阿密注射。伫各国做疫苗比例增加之下，欧盟各国陆续放宽旅游的限制。西班牙就为20时开始，和英国、日本、澳洲等拢10个毋是欧盟国家的游客，会当伫免体检甲隔离的状况下进入西班牙旅游，来刺激观光的发展。同款是观光景点的厄瓜多、加拉巴哥群岛，嘛会替群岛的民众来做疫苗。Estas nuevas olas de contagios que están produciendo a nivel global en Galápagos serían muy difícil de manejar, puesto que si bien ha crecido nuestra capacidad de respuesta, es limitada si es que se produce un brote generalizado. Entonces, una razón de salud fundamental y de protección a la gente. 外国媒体报道，加拉巴哥群岛的生态旅游伫全球真出名。群岛的人口差不多3万人，85%的收入拢总倚靠观光业。为了吸引观光客回来，当地政府决定用了群岛的篮球馆来做疫苗注射中心。北边啊，伫5月底之前替群岛的每一个大人做疫苗。公司新闻台是唐斌耀。缅甸的军方发动政变，把昂山素季等人抓起来，到达已经要到4个月啊！伫咧当地时间2时，缅甸国营电视台公开昂山素季上法院的画面，这也是政变以来头一届有公开昂山素季的画面。律师团也转达昂山素季的讲法，强调讲全国民主联盟袂因为安尼就来解散。伫东部的民兵组织甲政府军也是继续发生冲突。团内双方交战的庆声，这一边的民兵有的靠枪灰啊，有的利用路边的水沟啊找掩护。缅甸东部换泰国边界的克耶邦，为缅甸1948年脱离英国独立以来，都继续甲无共款的族裔政府军交战。这摆军政府发动政变，互冲突更加升悬，超过1万的居民都离家乡避难。
伫首都奈比多，伫2月政变被抓的全国民主联盟领袖翁山苏姬，甲民选总统任命奈比多市长苗翁，24到庭出庭应讯。 ဝန်ကြီးဒေါ်ဆန်စုကြည်နဲ့ဒေါက်တာမျိုးအောင်တို့အပေါ်မှာဆွဲဆိုထားတဲ့အမှုများအား2021ခုနှစ်မေလ24ရက်နေ့မှာနေပြည်တော်ကောင်စီရုံးဝင်တွင်ရှိတည်တံ့တရားရုံးမှာတရားစီရင်ရေးဆိုင်ရာလုပ်ငန်းများစတင်ဆောင်ရွက်ခဲ့ရာ၎င်းတို့အားတရားရုံးသို့ပို့ဆောင်ခဲ့ပြီးတရားစီရင်ရေးလုပ်ငန်းများမစတင်မီ၎င်းတို့ရဲ့ရှင်းနေများနဲ့လွတ်လပ်စွာတွေ့ဆုံခွင့်ပြုခဲ့ကြောင်းနဲ့တရားစီရင်ရေးလုပ်ငန်းအစဉ်စဉ်ကိုဥပဒေနဲ့အညီဆက်လက်ဆောင်ရွက်သွားမှာဖြစ်ကြောင်းသက်ဆိုင်ရာမှသတင်းရရှိပါတယ်ရှင်。 经济律师团事后向外界表示，翁山书记伫30分钟的会面中看起健康状况正常，不过对军政府打算将11月大选中得到压倒性胜利全国民主联盟就地解散，翁山书记真烦恼。 One thing she said is that the party, her party, grows out of the people, and wherever the people is, there must be, and there is. necessarily be the party. 根据路透社引用的统计，缅甸2月政变以来，被抓反对派人士甲其他民众至少4000人，包含迄一天原定要坐无人机离开缅甸的美国记者丹尼·冯斯特，公司新闻持家前评价。 因为疫情的关系，延后1年举办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也因为意大利解除封锁了后，对日期开始被延宕半年。今年的主题是要安怎做回来生活，希望透过各国的作品，让大家来思考疫情爆发了后的世界，人类甲建筑的角色是啥物。 展览的主题，咱要安怎做伙生活？这个作品名叫做《普通水阿尔卑斯山》，水为天棚滴落水桶内底水泡，提醒咱山顶的冰当咧涌起，关山加做欧洲水源的这个功能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这个叫做双向开样的作品，每一个故事的结局拢走向死亡。也若世界由内向外，这个作品是呈现咱自本就真熟悉的，由高速公路、铁路，还有海底电缆等等组成的世界。It's the infrastructure. It's sort of how we as humans have materialized, have come to know and have come to materialize ourselves on the world, how we kind of travel and know the world. 为22开始的第17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览，包括台湾在内有61个国家馆，另外有46个国家、甲地区的112个团队，也有个人来参加展览。5个主要的单元，包括伫多元生物当中，新家庭、新兴社群、下景，也有共一个星球，要来探讨咱要安怎做伙生活这个主题。大家做伙来思考疫情爆发了后的世界，建筑伫咧人类甲环境之间爱扮演什么款的角色？ If we deal with the public health question, we are, in a way, benefit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andemic. But not just about viruses and epidemics and pandemics, but about public health in general. The need to rethink the notion of common good, including public health. That, I think, is a deep lesson that we have to learn from the pandemic. And architecture participates in shaping the public health because it shapes the public realm. 另外，这个作品《城市到尘土》表达出威尼斯风城的经过，减少来来去去的观光客，呈现冷冷清清城市的水。希望参观的人会当思考威尼斯观光业的未来，因为每一个游客来这行搭，拢有可能慢慢啊对这个古早的城市造成影响。也若入去到德国馆，就是另外一个无同款的故事。因的设定是伫咧2038年，伫咧白色墙的壁顶有一寡 QR code， 你就用手机啊扫一个，就会当看到规系列有关建筑、艺术、生态、经济，也有各项等等侪侪专家，因目睭来看到美妙的世界。公司新闻欧慧文编译。伫咧 AM 新闻的部分，继续替观众朋友整理其他的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新增加的本土病例有281例，也有校正回归261个病例。其中，伫咧台北市的部分有49人感染，新北市有154例，桃园有16例，基隆、彰化、台南拢是10例，高雄和宜兰有3例，台中有9例，台东、苗栗、南投有2例，屏东、新竹市拢是4例，花莲、云林、新竹县的部分是1例。另外，也增加6个死亡个案。目前，咱台湾计共已经有5456人染病，本土病例部分已经有4285例啊。
讲到这个疫情当日大关卡，咱的高铁、台铁甲客运业者拢开始实行减班的措施。高铁的部分是减少车班，是疫情爆发以来减少上济一届。讲到客运业者的部分，因也开始向公路总局申请要减少车班，大约是要减到5成左右。台北捷运也实行人较少的时段进行减班作业。台北捷运目前实施离峰时间减班，以运量上悬的板南线为例，离峰甲假日全工的班次9长到9分钟是过去的2倍。有医师提醒，安尼可能反倒等有较侪乘客同时进入车厢。捷运的车厢上，我们担心手把或座椅上会有一些病毒的话，其实你可以借由戴着像一些橡胶手套、抛弃式的橡胶手套，回家之后可以把它丢掉。台北捷运强调，站长甲保全拢会徛伫站内引导旅客分散到各车厢，旅客也正配合。就疫情继续升悬，坐车人愈来愈少。以市区公车为例，乘客差不多只剩过去的2成，国道客运大概只剩1成，单车所在用要看无人。那客人大概只剩国道客运大概只剩不到1成，几乎是零了。尖峰大概还是维持大概15分钟一班，一般的话都1小时一班啦。公路总局统计专台已经有34间公路客运业者提出申请，平均减班，平常时44%，假日接近5成，已经核准206条路线减班申请。台湾高铁也宣布，最近启动第2摆减班，5月27到6月70实施第一期减班班表，由目前的845班减到556班。减班了后，平常时路南列车暗时8点是上尾班，由南港开出；北上尾班车8点25分为高雄站开出。公共运输受严重冲击，交通部表示，相关纾困措施已经提报行政院。我们当然就是交通部会有就是说规划的一些纾困方案计划这样子，然后大概然后还有一些预算的一个规划。交通部表示，规划多元纾困计划，按过资源有限，爱等政院分配协定对公路客运的减班申请会继续审核，服业者伫维持一定服务水准下，先减班度过非常时期。记者综合报道。消基会表示，国内的防疫保单已经卖超过100万张，不过契约内容可能会出现争议。亲像病房无够，干那会当住伫检疫所初步接受治疗，这敢有算住院咧？监管局表示讲，保险业者已经有共识啊，会放量来认定。年初第3防疫保单热乎乎，因为最近疫情变化，国家保险公司的防疫保单也变甲真热。不过有规定保单停卖，消基会5月份抽检8间保险公司的防疫保单，发现疫情变化，医疗方式也改变，亲像病房有限，可能影响赔金额。加强版的这些收容机构，那么这个收容机构固然是一种隔离状态，可是它到底算不算是医院，算不算是住院，就有会产生争执的可能性。负压隔离病房也作为这个保险金给付的条件之一啊，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目前台湾的这个医院的由于确诊病患比较多哈，产生了这个负压隔离病房哈，可能不敷使用的这样的情形。保险业者已经开会讨论一寡状况，亲像因为床位无够，无法度住院，或者是无法度住负压隔离病房，就先共识会放量认定。当他条件都符合，虽然他是住到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那他们会在这个部分来做一个理赔。保险局表示，已经有880件防疫保单申请理赔，已经赔6485万，其中631件6035万是第3的防疫保单，也发现有保护被要求隔离时就接到电话，无收到隔离通知书。保险局表示，防疫单位事后应该也是发出相关的通知书，不过确实也是无收到影响申请理赔权利。保险局也考虑统一由保险公司查询，是不是有必要求隔离或者是检疫来保护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但国内疫情犹原伫咧拖，物流的配送运量是增加不少。不过，要为着防疫，国内正出名的电商平台，针对着湘北疫情较严重的地点，已经停止到人客处理按冷气、按冰箱的服务啊。
疫情继续炭烧，国内电商公司甲物流的运量增加袂少。毋过，即马国内有知名的电商网站已经打出广告，针对网架、邦桥、中和、永和甲泸州，为着防疫，拢暂停到厝到冰箱甲冷气即寡大型家电的服务。现在全台其实都是有确诊的足迹嘛，所以他们都会问安装的用户他们家现在的状况，再决定要不要去安装。PC 方表示，到厝服务的区域会看疫情的变化，随时来做修正。不过强调，全台湾各地区的配送服务拢照常，包括湘北各地区甲病院的配送出货无分区也无停困。不过某某国务网是暂停全台湾病院4号认证的配送，针对网架、邦桥甲中和一寡地区也暂停大型家电到厝服务，有一寡家电业者也有部分地区无配送。哎呀，免讲到一定讲到爱人送啊啥，迄都因好啊，大型的都因后壁就好啊啦。例如说，我们现在到客人家的时候，我们大概是几度，我们先显示先给他看，然后我们再对客人。我们也是赚这个夏天。如果真的如果不幸，如果真的确诊的话，可能这个夏天就拜拜了。即阵当是装冷气的大季，毋过当着疫情，倒冷气的师傅讲，有风险的主体甲社区愈来愈多，则拢会延后服务。毕竟物流甲技术的人力有限，疫情的非常时期，只会当先保护家己，才通保护别人。记者阿明金林玉凯台北报道。虽然讲目前学校当咧停课，不过学校老师有关是真无闲。大部分家做是线顶教学了后，委员有这个老师是照着课表伫咧上课，连运动课嘛爱透过电脑甲学生做伙来活动筋骨，甚至有的家长也会加入。甚至幼儿园的老师，逐工拢会翕影片放伫咧网络，互家长会当甲囡仔做伙来看。换你的膝盖，换成膝盖。1、2、3、4。教室内底拢无人，老师面对镜头发口令做运动。做公国小这帮学生拢伫咧家己厝内做伙活动。厝内大人嘛甲囡仔做伙耍，有的囡仔爬去眠床顶嘛做了真欢喜。自从宣布停课，做公国小就改线顶上课，连运动课嘛爱上。拄开始的时阵，体育老师真烦恼，唔知影要安怎上课。你若无互动，其实你有感觉学生可能感觉较无聊。那其实还好是说我们的线上教学其实可以看到小朋友，那我也可以随时就是可以注意讲，小朋友有开始在做无。虽然停课，做公国小准备9间直播教室，逐工按照原底课表，老师就亲像直播主持人，嘛会不时甲学生互动。我头先也假设老师不敢上直播啦，只要把环境建置好，他只是把实体教室变成虚拟教室，就这样子。学生没有在同一空间，但是所有的教学流程都一致的。毋然有老师逐工做直播主上课，这阵幼稚园老师逐工嘛咧学翕影片做网络红人。阮第一道做即个影片，阮拢用足简单的，阮拢是用手机啊，逐工翕，搁来编辑安尼。阮逐工拢有放新的去里哦，家长的反应真正足好的。今天呢，老师要教你们做的是水上开花，这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哦。毋若到后纸做什么啊？甲囡仔做伙耍，阁有广告词。前金幼稚园老师分组，逐工拢会翕新的活动影片，会当互父母陪伴囡仔。即马全台停课阁延2礼拜，老师也是希望学生会当赶紧转来学校上课。记者邓亚文为做高雄报道。全台湾的学校向向停课了后，本地一寡菜色要互囡仔做营养午餐的，正是要消对倒位去咧。新北市的农业局甲一寡农会也当咧推出家庭菜色包，内面有青菜、水果等等，民众会当利用网络，也是甲农会来助本。农会人员无用咧，甲有机的菜色甲果子装落箱仔底。新北市政府结合市内11间农会，咧推广家庭的料理包，替原地甲市府合作，提供学生营养午餐，小规模的农民找通路。要甲因为顶礼拜向向停课，消无路的菜色甲果子拢销出去。第一次遇到这种就是临时取消没有办法送菜的状况，因为现在是夏天，所以蔬菜其实它比冬天耐放的还要更不耐放。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除了农业局的这个方案之外，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推我们自己淡水这边的客人，就是有宅配的服务。伫淡水咧做有机种植的农民表示，原底伊是提供新北幼稚园咧食的菜色，真无拄好拄当着全国学校停课，国务理长都要另外想办法。目前除了参加市府的行销，伊家己嘛用网络来销这青菜，减少损失。也那邦桥农会嘛表示，因为户外的小农市场即嘛冻店，看到民众去卖场，小济要买青菜，所以配合市府的政策，才甲这菜色甲各间农会农产品争相出货。民众会当伫网络顶注文，指定时间分配来寄这菜，减少群聚的风险。我们是采分流的方式啦，那我们尽量不要让它进到那个超市里面，那就好像一种那种麦当劳那种得来速的那种观念，你只要开车或者骑车到我们超市门口，那我们在超市门口就直接可以领货。新北市农业局表示，新北市的农民供应予国中甲国校的有机菜色，平均一礼拜有3档，目前主文的情形拢袂歹。另外，部分有合作的农民是为外县市来的，嘛拢有相关的农产品伫行销，希望外界会当予这些农民一寡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台湾疫情当咧严重，长期以来拢伫咧帮助越南移工的新妇阮文雄也讲，即马有真侪移工为着要换头家，却因为有袂少头家烦恼着疫情问题，无爱进行编制，造成一寡移工一时找无工课。阮文雄也讲，希望劳动部赶紧来斗3工，延长移工转换雇主的期限。长期提供越南籍移工帮助的吴文雄新妇讲，即阵有一寡移工因为工课到期，也是劳资纠纷，要转换雇主，所以因为疫情，雇主是无愿意面试，找无工课。吴文雄讲，移工若是因为劳资纠纷转换雇主，工课也未满一档，会使有2摆2个月的期限转换雇主，其他的是只有1摆2个月的时间。2个月他们一直去那个经过中介公司。然后找工作，因为疫情，所以呢，他们他的面试的机会很少，因为雇主怕这个疫情，所以呢，他们一直那个缓和他们给移工的面试的机会很少。吴文雄讲，伊即马帮助的移工有20几个，其中至少有5个拄到这款状况，希望劳动部会使延长转换雇主的时间。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体活嘛讲，有听到一寡移工有咧讨论这个状况，不过劳动部是讲目前无接到这款消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的确我们有一些申请事项都有自动做展延的。如果要再延第3次或者是说之后要再延的话，那这个部分我们未来应该是可以再研议看看嘛。劳动部讲，若是透过中人公司来找工课，会使伫双方也是3方拢同意的状况之下，用时薪的方式来面试。劳动部嘛来研究推测时薪面试。记者郭碧君、郑柏文台北桃园报道。新竹市头一座社区体检站启用提供快筛以及着核酸检测。其中核酸检测的采检是采用正压式的采检亭，会当互采检的人员唔免接触到民众，增加到因的安全性。示范这个怎么去做裁剪，然后不要动。医生在正压式采检亭内底，甲受采检的民众零接触，避免受到感染。新竹市第一座社区体检站，每天会使体检大概80至100人。目前规划是替居家隔离检疫以及包括相关接触史的民众体检，未来来看实际状况做调整。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将更多在这个城市当中确诊的人找出来，然后紧速给他这个送到集中检疫所或者是居家隔离，那也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疫情滚假，真侪民众开始烦恼家己是不是受到感染，赶要去采检。市政府呼吁医疗资源有限，就要先留有需要的人。一定要照着政府相关的防疫工作来做。那么大家多一份努力，多一分谨慎，我们就能够早日脱下口罩，回归正常的生活。卫生局嘛提醒采检的民众，快筛结果阴性，嘛不是代表绝对无感染到，一定要随时注意健康状况，而且落实防疫。若是出现相关症头，
一定要赶紧搁再做一摆采检。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2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